究竟是怎么了？我愿你什么都设下了，你咋还是把我抛下，一个人走了？葡萄，我就是个混蛋，竟不能体谅你这么多年，为我吃了这么多苦。你醒了？身子好些了吗？哎，你起来干什么呀？你要什么东西，我拿给你。回家去。不行，你烧得这么厉害，路上再受点凉，小命不要了。昨晚上出了一身的汗，烧倒是退下去了。哎呀，烧得我腰酸背疼的。哎，葡萄，跟我走吧，回部队去。我们永远不分开。不成，我得守在这儿。你要在这儿守着什么呀？反正我不能跟你走。那你昨天晚上又说怪我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，啊？我昨晚上说啥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葡萄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一个寡妇家积了老久，就不兴我想一回男人啊？你，赵军长这是赶尽杀绝。若不是师长重情义，领着弟兄们私下行动，陈师长一众家眷都得暴尸荒野。对老弱妇孺都如此残暴绝情，怎么不叫我4师官兵寒心？陈师长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：他想做人，不想做奴才。师长，前车之鉴，赵军长一样不会顾念。就像当初，无论你立了多少功，只要稍有不顺他的意，他说撤你的职就撤你的职啊。是啊，师长，这次守洛城，
明明是我们4市功劳大，可身参谋长的却是6市的许师长，还不是因为许师长会奉承拍马？我呸！姓许的就是赶车不带马鞭子，光拍马屁。这次陈师长出事，就是因为这姓许的从中捣的鬼。要是有一天咱们起事成功，我第一个先剁了他，替他的项上人头来祭陈师长。此事危险重重，大家就不怕自己的家眷受到牵连。我们都4市跟随师长，若波当出事，我们相信解放军会解救我们的家小的。对，这次陈师长家眷被杀，也是他们给我们的消息。知道，容我再想想。全市官兵的身家性命，都绑在我孙一虎的身上，所以我不管做出任何决定，都得对得起全下以性命相托的陈师长。孙镇长，咱那批棉衣做的可曾顺利？哎呀，托朱副县长洪福，那棉衣正在井然有序的生产中，按期交货不成问题。朱副县长，有一事在下不明，你一来，为何在太平镇的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？这是为什么？这事儿呢，也不瞒镇长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共匪洛城战区的一个团长偷偷潜入了你们太平镇，目的是筹集一批粮食。这事儿不知孙镇长知道吗？朱副县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这太平镇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啊，这我知道。绿豆面，饿了吧？吃。少哥。他是小朴，是我部队的战友。小朴，他是不当吧？是你妹妹吧？少哥，趁着这跟我提起你。葡萄病过来，我给他打个针。小朴，你回来正好，把面吃了呗。我家里还有事儿。啊，哥，我先走了啊。小朴，你听见没？他叫我哥，他刚才叫我哥。咋了？少同志，我看那个得病的，是你吧？吃面。好，都认真的干啊，把这批活干完了，年底啊，我给你们每人发红包。谢谢主席老爷，谢谢老爷。嘿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批价格不对呀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呀，我算了算，这批咱活儿下来之后，不仅不盈利，还要倒贴给副县长一部分，更甭说他那好处费了。不对呀，咱们之前不是算过吗？应该是有盈利的。副县长给咱们送的这批料子，尺寸不够，棉花缺斤短两啊！那每包应该多少斤？50斤。哎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才45斤呢。
这些你都称过了吗？我挨着牌，一个个全都称了。您看看，咱们这回让他给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未必啊，就是副县长一个人，他们呀是层层的扒皮，蒙混过关。哎，我说老爷，咱们不如给他将计就计，找门把户。你说咱们？这每件棉衣呀，咱们抽出它半斤棉花。不行，贝贝，不能这么干。这批货是专门给军队做的棉衣，不行，贝贝。我说老爷，我跟您说呀，他如果一旦出了什么事儿，现在拿过来咱们这玩意儿了，他肯定得给咱们帮忙啊。到时候往他身上推，你说是不是？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哈。好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做，去吧。好嘞，哎，好。你不是说不叫人知道小朴吗？咋又让他出来了？任务有变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再说了，也不能把小朴整天都关在屋里边。那你就不去忙你的任务了，来这儿瞎捣鼓啥？都是国民党政府干的好事儿。推人下井还得滚石头，害人不浅。这物价一天一个样，我们交给上海同志买药品的钱，到现在还说不够呢，还得想法子再凑些过去。胡大，怎么停了？累。要是我割完这一道你还追不上我，晚上给我做红薯面吃啊？比就比，谁怕你？来吧，快来。喝碗水。哎呀，你来干啥呀？回去吧，别晒着我儿子。说啥？就你儿子怕晒，我这脑袋盖子不是肉做的啊？能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脑袋要不是肉做的，我就不是娘生的，中了吧？啊！我是看你一个人打理那老大片麦地，怕你累着，才带着人来帮你的。谁想，我是没眼抛给瞎子看，没人领情。你这干啥？可不敢哭啊！都当娘的人了，难道你跟孩子一道嗷啊？我是看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，心疼你，这有我一个人就行了啊，乖啊。那行吧，那你也别太累了，咱家还得就指望你这大老爷们儿呢。我看看。史大嫂，你就回去休息吧，这的活我来帮史大哥来干。你不用帮你头脑哥的忙了。你还说他呢，还不是就他把我撵到这里来的？啥？哦，就是少远哥老跟我念叨说史大哥这里田多人少，需要人帮忙，叫我就派过人来帮忙了，对吧？对，我跟头脑要了人。行了，小朴，你就给我打下手就行了。哎，你真是受了伤，叫头脑打乐成救回来的。史大嫂，这可说来话长了，但是我就跟您说一句话，少远哥啊，可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这辈子都愿意跟着他。那我听你这口音咋不像呢？我老家是湖南长沙的，那时候日本人扫荡的时候，我就逃到洛城来。那早些日子咋没见着你啊？还就是少勇哥，怕我这伤还没好全乎，不让我出门子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伤早就好了，不信你看，哎，行了，小朴那老实，你还怕他把我给吃了？
我跟你说，也就是那活阎王逮着外乡人就查户口。哎呀，你还真跟他学，见谁咬谁。好，赶紧回去，让儿子哭呢啊！是不是土匪又来了？不能啊，这豹子头都没了，谁敢啊？啥玩意儿？啊？蝗虫？吃上来！上哪去？大鹅进了城肚子，鹅进了鸡肚子，人可啥都捞不下来，快，把鸡都赶走！快，把鸡赶走！快，你抓走！我操，这收成全没了，这咋整啊？吃，全带回去吃。来了，来了，弄啥？这虫子我不会做，赖子说，兴许你知道咋整成吃食。进来你看。那啥，要是你这会儿不得空啊，你告诉我咋整的中，我自个儿回家试试呗。得了吧你，总共就那半帽兜的荤腥，你还想咋整啊？等你试顺手了，就没几只能够下肚子了。我咋整你就咋整吧。对，先倒这箩里。这蝗虫啊，得陪着吃才香。但先把那些虫翅、虫爪给罗出去，不然一见火，它们先焦，吃起来有胡椒味儿啊。好。对了，罗了。行了行了，都到我铁锅里一块整了吧。来，好。做这玩意儿啊，得先打锅，用炭火慢慢的煸上，铺上大粒的盐。把蝗虫铺在大粒的盐上面，上，这锅，瞧，这样，然后转着锅，慢慢的煸。啊。这蝗虫啊，是不能下锅铲子到处翻，这一翻啊，从下水出来了可不好吃。而且起不到一层黄脆壳。瞧，就这样匀匀细细的培，炫出来的时候啊，又脆又焦，外酥嫩的，可好吃了。盐啊也入的正好是味儿，辣子培到好处，匀劲，要不然不香也罢。行了，瞅你这有没有样儿，真像极了死去的二大。我自然是像我爹。哎，行，这东西二大教你的。可不。来，你多伸着点儿。去吧。你拿这个。拿吧。好吧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王菩萨情愿给谁东西的时候，
你这个世界上最大方的人，谁要是给你硬抢，你比最赖的都赖。算是，赶紧去吧。那就更不成了，这是你爹留给你唯一的念想，咋能随便当了呢？哪是随便当的呀？前线药品吃紧，我们得尽快完成任务，把药带回去。短缺的钱还得尽快凑齐了。可他对你意义不同啊。要是真当了，你爹在你那儿，可就啥都没剩下了。爹当时给我这支钢笔的意义，我直到今时今日，才慢慢的瞧出来。可惜，爹永远都不会知道。念想可以放在心里，钢笔让它去更有意义的地方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国民党政府的错，得搞得忒民不聊生了。我听联络人说，上海那边现在流通纸币，叫什么金圆券，一麻袋金圆券啊，连2枚球都换不到。以后老百姓过日子，干脆拿纸币当柴火烧算了。谁在外面？弄啥？赶紧把东西收起来，就不怕人上街给你敲锣去？葡萄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那香。葡萄，你也忒能了，老恶心的东西到你手里，都能给搞那么好吃，真香。那你紧着吃呗。哎，瞧你们，好东西搁这儿啊，都白浪费了，简直是聋子听金文。来，灶上有辣子和盐光。有，我领你去啊。你赶紧吃你的，吃完好好准备准备，过2天就动身把那钱还有药品给联络员送去啊。去。哎，葡萄，这全太平镇上的人加一块儿都不如你一个人会养猪哎！你看，瞧这猪娃给撞的，这都没粮食了，你拿啥喂的猪娃啊？熟树浆、麦麸皮，啥都种啊。怨不得先前挨家挨户卖猪娃子，都说怕太瘦了砸手里边，你不吱声呢啊！哎呀，这咋养的这么好呢？哎，赶紧卖了，包点扁食。我这腔子里边老久没吃着肉腥了。你不是刚吃了天上飞的那虫子进肚里吗？哎呀，那肉细的，塞牙缝都能掉出来，还没嚼着啥滋味，滑腔子里去了。啥肉？我就吃一嘴糊糊，又嚼又腥气的。这回啊，可真请不成你们吃扁食了。卖猪得的钱我有用。干啥？干啥？还能干啥？养男人呗。上！哎呀，这猪养的啊！哎，葡萄，怎么卖呀？20块钱一头。不就20块吗？我买1头。不成，我这猪要么不卖，要卖得3头一起。为啥呀？不为啥，我乐意。你爱买不买？要不买啊，赶紧走，别瞎耽误我做生意。老爷，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那街上啊有养的非常好的那猪，那就买上1头，给它炖成汤。那猪啊是王葡萄养的，他非得3头猪一块卖，那是60块大洋啊！啥？他属疯狗的，逮谁咬谁，不如让他到外边抢去。没错。还有那么多钱干啥？是不是跟孙二大有关系呀？好，那就把他给买了，把钱给他。咱们找一个机灵的，暗定，盯他。明白了，老爷，你等我信儿啊。秀梅啊，你这身体老不爽的，打出来了，不在屋里歇着。舅舅，最近总一个人在家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哦，那走走，就赶紧回屋歇着，可不能累坏了身子。哎。
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，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东，过去3、4公里，经过一个水磨，那儿有我们家的一个砖窑，把药品藏在那里。你先进城，然后和我会合，咱们再商量怎么走来的安全。可是少阳哥，要是百姓问起我，你咋说呀？倒不怕大伙问，你就说你去洛城帮我制备些药品。我现在担心的倒是各地凑上来的钱买药品不够，前线的伤员等不及啊。小平，头脑，等等我。赖子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哎呦我娘！哎呦我娘！可要了我亲命了，还好赶上了，要不然葡萄回头非得把我剁不淹了不？我让你来，就说这点事儿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对，葡萄啊，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他在这镇上卖了3头大肥猪，换的钱，说剩了3块大洋，他自己啊再买点小猪娃子，然后剩下这57块就全给你们了。事情交给我来办，要是办不妥，我小朴就没脸回来见你和葡萄。我放心，你办吧。行了，别骗我了啊！葡萄虽然什么都说不知道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你们是干解放军的，是不是？我老早年跑兵，小朴这身形啊，我最熟悉不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谁亲谁疏，我史修阳心里门清。赖子，谢谢你。老爷，你真是高见呐！那个叫小朴的，这阵子压根就不在镇上。附近这50个村镇，现在都在闹饥荒，说不定啊，他寻不到粮食，已经跑了。咱俩都被那王葡萄给耍了。前2天他赶着3个猪在这街上晃过来晃过去的，咱是青虫一条没捞着啊。没成想，这天天就打咱那眼皮底下给溜了。你还有脸说？哎，王葡萄，哎，行了，这件事儿先不要跟那朱民说。这个货跟王葡萄有心呐，一定要让他去抓人。我怕他茶壶里贴饼子，下不去手。先弄他的，他封他的路，咱们查咱们的人。一旦要让我抓到那个共匪团长，我非得定他一个私通共匪的罪。咱镇上这会儿啊，也就媳妇儿们跑这儿来，为了剥榆树皮打架骂架了。男人们都蹲在孙克贤家门口晒太阳说话耐饥了，你跟着我能傻？要不你答应我，等我这次完成任务之后，你跟我一起走。做梦去现实，想那么那我这会儿啊，只是在梦着呢。不要脸！我说了不走就不走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要有能耐，给我弄点吃食来。这倒是个事儿。我已经和联络员联系过了，让他们从没灾的地方调些粮食过来，就是得等些日子。秀美，你咋那么早啊？一个人在这发啥呆呢？这2天睡不好，醒得可早了，出来走走看看。你这脸色是不咋地好，黑白了，没血色。要说克贤老爷家总不能跟咱似的也缺了吃是吧？你是不是身子不爽啊？咋了这是？啊？娘给勒紧了是吧？我看看啊。不放心，慢点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娘给勒疼了是不？啊，没事了啊，不哭不哭，宝宝乖啊，乐生乖。这样媳妇也自在一些。行，那可麻烦你了啊。乐生，能累呢？乐生那么好玩，是不是？你洗衣服去吧。哎，乐生，乐生，坏了，洗衣棒忘带了，都是你个小崽子，一早上起来就磨我，姥姥虎不周奶。你看吧，你娘都忘带东西了。行了行了，跟孩子说什么呢？家长是我，那你给我抱一会儿啊，我快去快回。秀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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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了？我咋知道咋了？我来的时候他俩就掉水里了。秀梅，醒醒！秀梅，我都不敢想，这会乐成成啥样啊？不疼，不疼，我谢谢你。别说了，赶紧背上他去我哥那啊！秀梅，醒了，快了，快到我哥那儿就没事了，就有救了啊！真是，真是。孩子，保不住了。秀梅失血过多，身体虚弱，我要为她打催生针，把她肚子里的胎儿处理干净，否则连她的生命都有危险。你去帮我烧壶水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哦。我的个亲娘哎！你可算是醒了。葡萄刚打河里给你救起来那会儿，咱们咋叫唤你都没动静，还真以为你不行了。要说呀，还是葡萄有主意，把你背回来找童脑，你这才捡回一条命来。我是回家安置好了乐生，不放心，过来瞅你一眼。那个童脑上你们家通知克贤老爷去了，葡萄给你做面呢。眼下家家都挨着饿，也就他这还有些吃食。秀梅，瞅着你这魂儿还没回来呀。葡萄，葡萄，哎，你醒了。
行了就好。哎，面好了，我给你端来。我的孩子呢？啥？孩子？你有了？秀梅，对不住啊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了，我把你背回来了。我的孩子呢？我哥给你处理干净了，你这会儿躺着别乱动。我哥说了，流产跟生产差不离儿，你好好歇着，不然老容易大出血了。给折腾没了，给处理没了。那是我身上的肉，你给处理处理就完了。你躺好了啊，管咋的？你先躺好，歇好了啊。我哥不在，你出啥岔子，我俩一点法子都没有。你躺。不要结果。李秀梅，你有点良心没啊？咱可谁都不知道你有了。你说你一大早上掉河里头，要不是葡萄给你救起来，你自己个儿连命都没了。还有孩子啥事儿啊？啊？葡萄累死累活的给你救回来，又跟老妈的似的伺候你半天，到头了就捞你耳刮子呀！别说了，起来啊！你害死我的孩子！他这一下情绪好了，你滚开！哎，你起，你把我一刀也害死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称心如意跟我表哥好了。你这啊，你敢屠夫，你敢良心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那没良心的主，你搭理他干啥呀？啊，让地上待着吧。那不成，他真伤着哪儿了？你能治？把他抬起来，起来！放开！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来起来，把他放下，起来，你躺好了，躺好了，你个屠夫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不敢折腾，起来，别动了，别动了啊！别动了，别动，葡萄，别动。你回头歇会儿去，我看着你。回去之后，1个月之内不能干重活，不能沾冷水。放心吧，少爷，我都记住了。来，秀梅，我就先带着表小姐回去了啊。哎，看看去。中，去看看他。我也走了，嗯。哎，葡萄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太自责。咋不是我的错？他半路上醒来过，就是虚的说不出话。我要是停下来瞧瞧他，这孩子兴许就能保住。哎，葡萄。那起码让我给你包扎完伤口，好吗？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先看见的，这是我掘下来的。我来的时候，你在那里睡瞌睡，这是我先掘的。我觉得，你给我。赖子娘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我家4个孩子都快饿死了。
小四儿现在还病得重，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把那树皮留给我吧。你家有几张嘴等着喂，我家就没有啊！想要寻吃食，你早点出门啊！懒婆娘，你跟我哭这么娇，有个屁用！有本事，找个男人去哭哭，兴许能哭来一块馍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来，把我这些树皮都给你吧，家里的孩子等不得哈。头呢？我家小四儿病得老凶，开始总说肚子疼，现在又烧又咳的，那可是啥病呀？孩子有病，怎么不早点来找我？我这整日紧忙着找吃食，哪顾得上啊？快带我去看看吧。哎，没事的。没有小麦，又是大旱，这次灾还不知道闹到什么时候。你跟我走吧，你在我身边，我才好做事儿啊。那也不成。